哦，学范文啊，你看右下角那影片2点多小时，Sanskrit test 呢，范文的考试，你看那范文教学考试测验呢，相关的影片资源这么多，你看，就是标题有 Sanskrit 前面加井字的，影片标题有这样的，然后一点按连接就可以一搜寻，方便搜寻，就可以找到这个专辑啊，范文教学、范文资料的专辑影片，怎么快速建立、产生这个范文教学、范文资料的影音资料库嘛？把Sanskrit前面加井字号，然后贴到 YouTube 频道的社群，有没有 YouTube 频道的社群？然后发布以后，你看点按超链接，发布以后有形成超链接，点按超链接，结果有这么多，然后8.8万部影片，1.3万个频道，内容丰富啊，全世界。